大家好，你有冇聽過冬至大過年呢句話？佢意思係24節氣中嘅冬至，喺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住同過年一樣重要嘅地位。喺呢一日，各個家庭都會團圓慶祝，享受豐盛嘅美食，寓意住團圓與新生嘅開始。冬至係冬季中最重要嘅節氣之一，佢標誌住陰陽嘅轉折。從呢一日起，陽光逐漸增強，對人體養生有住重要意義。跟住落嚟，我哋一齊嚟睇下幾種有效嘅養生方法，幫你輕鬆過冬。第一，補腎養陽。冬季係養腎嘅最佳時機，選擇羊肉、牛肉等溫熱性食材，搭配生薑、紅棗等煮湯飲用，能有效增強身體陽氣。第二，進行天灸療法。喺冬至之後，適合使用生薑汁調和溫熱性質嘅中藥，敷貼喺相關穴位上，以增強體質、溫通經絡並疏風驅寒。特別對因氣候變化而引發嘅哮喘同鼻敏感有良好效果。總之，冬至不僅係節氣嘅轉變，更係我哋注意健康護理嘅好時機。希望大家喺呢個寒冷嘅季節保持健康，迎接春天嘅到來。今集盧主持分享到呢一度，鍾意我哋導遊心學嘅節目，結良緣辣福點讚，訂閱我哋嘅頻道。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。